钟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持续深入邻里，和长辈宣导媒体识读，在课堂中讲解认识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要用不同的角度判断讯息真假，不要被牵着鼻子走。同时也介绍最新科技 Deepfake 深伪技术，教长辈用肉眼辨别人脸造假影片的方法，也呼吁手机内的LINE投资群组不要轻易相信。感谢钟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的迄个电视台来阮有条港社区，即马诈骗的物件真多啦。有当时除了迄种迄个咱现有看到的警察局咧发宣导以外，这中辈时代有当做这种较独居嘛无通今日是大做伙，希望会当甲因宣导甲因教一寡较重要的方法。为了使媒体识读能轻松记住，钟家宽屏特别开发线上游戏“你搞懂了没”，设计8道是非题，包含公民传播权、讯息听看听等，考验长辈们对真假讯息的辨识力与抵抗力。我感觉今仔日上这个课真好，互咱大家对这媒体的这个真假的消息会让互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机会。很感谢那个钟家宽屏让我们了解在网络诈骗那以后我们会因为我这个资讯我们这个尝试，我们以后就不会被诈骗了。媒体都是属于就是很公开化的，所以是说，如果说那个太公开化的话，事实上要让那个社会大众明了一些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认识媒体，预防被诈骗固然重要，健康也要兼顾。讲师许曼珍特别在课程结束后播放去年所制作的舞蹈 MV 短片，邀请片中主角们带动跳，现场气氛相当欢乐。钟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村表示，媒体识读所有课程全都免费，欢迎有兴趣的社区学校机关踊跃洽询。记者杨淑怀台南报道。